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老 Best， 我係金麥，每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同大腦相關嘅一啲有趣研究。我的孫子明明從小在溫室裡長大，為什麼卻和打過仗的爺爺一樣害怕突然的聲響？難道壓力真的會遺傳嗎？蘇黎世大學咧一個跨3代嘅一個臨床研究咧，俾咗一個好震撼嘅數據俾我哋知道，原來咧祖父輩曾經經歷戰亂嘅話咧，佢嘅孫輩嘅皮質醇嘅基線水平咧係高出咗一般人嘅47%嘅，而且染色體嘅端粒咧仲會短12%，代表咗咧佢嘅壽命高過地一般人嘅。嗱，呢一種嘅創傷咧，就會引導到我哋其中一個基因叫做 FKBP5啊，就會有甲基化嘅一個現象，就好似熄咗呢一個基因咁樣，冇辦法啟動，令到咧我哋嘅下丘腦啦、垂體同埋腎上腺族，我哋所謂嘅 HPA 族咧，嗰個敏感度咧都會被永久調高，所以咧我哋嘅皮質醇嘅基線先至會上升嘅啫。嗱，因為咁嘅情況咧，咁有3部曲咧，大家可以做下嘅。我哋呢3部曲咧，我哋統稱為咧皮質醇嘅清洗術啊。咁啊，第一個步驟咧，我哋就要調教翻咧我哋嘅鏡像神經。咁啊，做一樣嘢好簡單嘅啫，我哋叫做親子同步嘅表情訓練。咁啊，第二樣嘢咧就係壓力記憶嘅改寫啦。咁呢個咧就可以用星頻神經嘅重塑術咧就可以去調整得到啦。而第3個部分咧，我哋就叫做跨代敘事嘅療法啊，將創傷轉化變成一個3部曲嘅一個故事性嘅描述就可以啦。成個皮質醇嘅清洗法咧，其實大家只要留言喺下邊寫皮質醇幾個字咧，我哋就會將我哋成個方法咧，將佢有系統咁樣 send 俾你，作為家庭入邊嘅參考嘅。咁如果你想有一啲簡單嘅活動，可以變成一啲親子活動咧，可以達到呢一個減少創傷記憶嘅一個方法嘅話咧，可以嘗試下做2個工具。第一個咧，我哋叫做動物遊戲療法。嗱，我哋咧就將創傷嘅事件咧，將佢改編成為咧獵人同兔仔嘅一啲追逐遊戲。咁其實咧就會減少咧我哋喺嗰個角色扮演嘅過程咧，減少咗呢一個杏仁核嘅一啲負面情緒記憶嘅喎。咁第二個咧，我哋叫做鎮痛嘅節拍器，就好似咧大家學音樂咁樣，嗰個滴答滴答嘅拍子機咧，其實調去0.5個赫茲嘅頻率入邊，咁其實咧就可以刺激到我哋嘅迷走神經咧，令到我哋放鬆嘅。咁同埋咧有一啲同步嘅親子呼吸節奏啊，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吸4秒，呼6秒。用呢個節奏咧，大概就等於0.5個赫茲嘅。咁大家可以翻去同小朋友一齊試下吸4秒，呼6秒嘅呢一個方法啦。嗱，臨床研究話俾我哋聽啦，每個禮拜做3次呢一啲模仿角色扮演嘅遊戲咧，就可以減少我哋 DNA 嘅甲基化咧，達到39%喎。嗱，下一集咧，我哋會講下多種語言混合嘅教育，譬如好似兩文3語咁樣，3語嘅切換咧，好似有一個陷阱咁樣，係唔係用3語切換就會損害我哋大腦學習語言嘅能力咧？定係我哋應該有咩更加好嘅方法去製造一個言語嘅防火牆，等我哋嘅小朋友咧輕鬆掌握兩文3語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頻道嘅內容嘅話，歡迎大家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